的歌手黄山亮为连锁麻糍店徛台，气氛嘛真热热。麻糍店伫西里店开幕，业者嘛特别捐30万的善款，给4个社福团体。带我们家福帮助的这些家庭们来这边亲手做麻糍，最重要，把开幕期间义卖的，也捐给家福中心。店家嘛举办2000盒公益麻糍活动，只要人客指定买1盒公益麻糍，业者嘛甲这摆收入无靠任何成本，全部捐给弱势团体。也希望全台湾的各位朋友们能够一起响应。食好食的西里麻糍，毋但是支持婚林在地上好食的西里米，嘛会当做爱心。嘛期待透过这种善行，互社会愈来愈温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